Hello，你哋好，歡迎返嚟粵語 Podcast 頻道。如果你覺得我講得太快或者太慢，可以響齒輪入邊調校速度。今集係講發生響2007年馬來西亞檳城嘅女童失蹤案，喺短短幾日之間，由全城熱心尋找小童，逆轉成為一單極為冷血嘅倫常謀殺案。一個3歲嘅小朋友俾佢媽媽嘅男朋友親手殺死，更加心寒嘅係呢一個媽媽知情之後，選擇隱瞞一切，協助毀屍滅跡，自導自演失蹤嘅騙局，利用全城人嘅善意掩蓋住一條人命。響開始之前，我誠意邀請大家訂閱我，希望我揾嘅資料講嘅每一個案件都可以同大家分享，響呢度同大家保持聯絡，唔好失聯。而家開始講案件，死者叫做黃瑩瑩，大家都會叫佢做小瑩瑩。案發嘅時候，佢只得3歲。喺出事之前，小瑩瑩嘅父母已經離咗婚，母親係鄭慧文，兩個人感情破裂分手。因為當年鄭慧文年紀仲細，情緒比較飄忽，生活唔穩定，冇能力照顧初生嘅 BB， 所以雙方屋企達成共識，將啱啱出世嘅小瑩瑩交俾爸爸嗰邊爺爺嫲嫲撫養。由細到大，足足3年時間，小瑩瑩都係同爺爺嫲嫲一齊生活。佢哋將小瑩瑩錫到窿，起居飲食全部都係照顧得妥妥當當。小瑩瑩嘅童年好單純平靜，冇任何嘅風波。佢最熟悉嘅人就係2位老人家，最安全嘅地方就係爺爺嫲嫲嘅屋企。而小瑩瑩嘅生母鄭慧文，案發嘅時候28歲，做銷售工作，離婚之後獨自生活，性格好敏感，極度缺乏安全感，好依賴戀情，好需要有人陪同，有人呵護。大約喺案發前半年，鄭慧文經過朋友介紹，識咗一個叫做黃志良嘅男人。黃志良當時38歲，比鄭慧文大10年。兩個人認識冇幾耐就拍拖，一齊同居生活。一開始兩個人相處甜蜜，但係相處耐咗，鄭慧文其實好清楚黃志良有長期吸毒嘅習慣，主要吸食冰毒同埋大麻。當佢毒癮纏身嘅時候，情緒就好唔穩定，反覆無常，極度暴躁。清醒嘅時候可以溫順體貼，毒癮發作、藥力上頭嘅時候就會好容易嬲、躁鬱，冇辦法控制脾氣。明知道對方有呢一個致命嘅缺陷，但係鄭慧文因為太過渴望一段穩定嘅關係，太過害怕孤獨，所以佢選擇視而不見，隻眼開隻眼閉，唔敢同佢爭執，只係一味遷就，只求呢段感情可以繼續維持。同居之後，鄭慧文心入邊產生咗一個好大嘅執念，佢覺得自己係生母，個女長期響前夫嘅屋企，始終都唔係辦法。佢好想將小瑩瑩接返嚟自己身邊，同埋男朋友、阿女3個人組成一個完整嘅家庭，好似普通情侶咁樣一樣過日子。佢呢一個念頭一出，身邊所有嘅親戚朋友全部都反對，前夫一家極力阻止，理由好現實，亦都好正確。黃志良有毒癮，情緒唔穩定，一個隨時就會失控嘅男人，根本唔適合近身接觸一個3歲嘅小朋友，將細女交過去，等同將佢送入去險境。鄭慧文自己嘅父母亦都勸佢要冷靜，叫佢先穩定自己嘅生活，審視男朋友嘅人品，千祈唔好一時衝動累埋個女。但係所有嘅勸告，鄭慧文完全聽唔入耳。喺佢眼中，身邊所有人都係阻住佢幸福，破壞佢家庭美夢。佢覺得所有人都唔理解自己，唯有黃志良先至係陪伴自己嘅人。於是佢不斷同埋前夫嘅屋企人拉扯，不斷糾纏，最終響2007年4月，爺爺嫲嫲實在拗唔過佢，無奈妥協，將養咗3年嘅小瑩瑩交返俾生母鄭慧文照顧。由呢一刻開始，3歲嘅小瑩瑩被迫離開咗熟悉同埋溫暖嘅屋企，搬咗入去媽媽同埋陌生男人同居嘅單位，展開咗佢短短人生最後3個月嘅日子。
對於一個3歲嘅小朋友嚟講，環境突然間變，身邊全部都係陌生人，心理一定係有恐懼、不安、唔適應。所以搬咗入去新屋之後，小瑩瑩經常夜晚黑都喊，唔肯瞓覺，好容易扭計，情緒唔穩定。呢啲全部都係細路仔面對陌生環境最常見嘅反應。但係呢啲正常嘅小朋友反應，對於長期受毒品影響、心智扭曲、極度自我中心嘅黃志良嚟講，完全冇辦法接受。響同埋一齊住嘅呢3個月入邊，黃志良對小瑩瑩嘅厭惡一日比一日加深。佢覺得個女嘅存在打擾咗佢同埋鄭慧雯嘅2人世界，影響佢嘅生活，嘈住佢休息。只要小瑩瑩一喊、一鬧、一嘈，黃志良就會大發雷霆，大聲喝罵，情緒失控。面對男朋友一次次對住自己個女發惡，鄭慧雯係完全睇在眼內，但係佢選擇唔係保護個女，唔係及時阻止，唔係將細女送返去爺爺嫲嫲嘅身邊，而係不斷安撫男朋友，不斷鬧自己個女，不斷退讓。佢心入邊有一個極度扭曲嘅邏輯，佢覺得如果佢保護個女，黃志良就會唔開心，佢哋2個就會分手，佢就會再一次變成孤獨一個人。就係因為呢份恐懼嘅孤獨，過度依附感情嘅卑微心態，鄭慧雯一步一步縱容邪惡，一步一步埋下悲劇嘅伏筆，眼白白睇住危機不斷升級，卻從來唔敢做任何嘅制止。時間去到2007年7月5號，悲劇正式發生。當日日間，鄭慧雯如常出外返工，屋企剩低黃志良同埋3歲嘅小瑩瑩獨處。一開始嘅時候，屋企都尚算平靜。後嚟小瑩瑩因為怕陌生，好驚又覺得唔舒服，開始又喊又鬧。當時黃志良體內嘅藥力未散，情緒極度暴躁，細路仔嘅喊聲就直接挑起咗佢嘅情緒，情緒完全失控，將年僅3歲毫無還手之力嘅小瑩瑩拖入去浴室，對住佢施行暴力。成個行兇過程好殘忍。黃志良撳住小瑩瑩個頭，用力壓佢入洗手盆入邊嘅水，不斷係咁壓佢，唔俾佢呼吸。3歲嘅小朋友拼命掙扎，對腳不停係咁踢，但係佢嘅體力根本就冇可能反抗一個成年男人。幾分鐘之後，小瑩瑩由劇烈掙扎變成四肢癱軟，徹底停止咗所有動作。黃志良鬆手檢查，確認呢個3歲嘅小朋友已經當場死亡。殺人之後，黃志良冇驚冇悔意，佢反而非常冷靜，第一時間諗唔係自首，唔係認罪，而係點樣毀屍滅跡，點樣逃避法律嘅責任。傍晚，鄭慧雯放工返到屋企，推開門，氣氛死氣沉沉。黃志良就好坦白咁樣同佢講，話佢自己忍唔住，將佢個女殺死咗，屍體響浴室入邊。正常人嘅媽媽聽到個女被殺，第一反應一定係崩潰痛哭，報警為個女討回公道。但係鄭慧雯當時嘅反應完全超乎常人嘅理解，亦都係成單案件最令人心寒嘅部分。佢冇喊冇鬧，都冇報警。佢驚嘅唔係佢個女枉死，而係驚男朋友出事，驚自己失去咗呢份感情。就係呢份扭曲嘅依附，令到佢選擇咗同殺自己個女嘅兇手企埋同一陣線。2個人好快就夾定一套完整、冷血、精心策劃嘅毀屍滅跡方案。第一步，深夜處理屍體，燒毀晒所有嘅指紋、痕跡同埋證物。第二步，買入大量嘅汽油，揾個冇人嘅山邊燒屍，然後打碎骸骨，分散棄置，令到警方難以追查。第三步，第2日由鄭瑞文出面去報假案，捏造停車場失蹤嘅劇本，營造個女被拐帶嘅假象，誤導警方同埋全公眾。計劃敲定之後，2個人即刻行動。鄭慧雯深夜外出，買入多桶汽油帶返屋企，隨後2個人合力處理遺體，之後揸車去到檳城龍尾福建公家後山，呢一帶荒涼偏僻，人跡罕至，夜晚更加唔會有人。
兩個人將遺體搬落車，淋滿汽油，點火焚燒。熊熊烈火之下，3歲嘅小盈盈嘅遺體被劇烈焚燒，化成咗焦黑嘅殘渣碎骨。為咗徹底毀滅證據，佢哋仲將燒剩嘅所有殘骸逐一分散，一部分掟入排水溝，一部分散落草叢，一部分掉落去山澗，務求令所有嘅痕跡徹底消失。做完一切毀屍滅跡嘅工作，已經係深夜凌晨。兩個人揸車返返去屋企，徹底清洗全屋，抹去血跡，清理現場，掉咗所有嘅作案工具，將屋企還原到好似一切都冇發生過。一日一夜之間，一條純潔無辜嘅細路仔性命就咁樣被徹底抹去、燒毀、掩埋。7月6號嘅朝頭早，按照預設嘅劇本，鄭慧雯去到巴祿拜警局報失蹤。佢向警方講出一套完整嘅大話，話自己帶個女去街，響停車場短暫離開幾分鐘去交停車費，轉頭個女就離奇失蹤，懷疑俾人擄拐。報案期間，佢仲刻意表現到好慌張、擔心、無助，扮演住一位好焦急揾女嘅可憐媽媽。因為失蹤者只係3歲，案情即刻被高度重視。警方迅速對外公佈案件，呼籲市民協助搜尋。消息一出，成個檳城華人社區即刻全城動員，無數街坊、義工、民間團體自發出動，通宵達旦印海報、貼街招、轉發消息，大街小巷四處尋找。海邊、山邊、公園、後巷、偏僻嘅空地，幾千人日夜不停咁樣周圍去揾呢個失蹤咗嘅小朋友。全城人都出咗最善良嘅心意，日日祈禱小盈盈可以平安返屋企。而製造呢一切悲劇、編造呢一切謊言嘅鄭慧雯，仲繼續對住鏡頭博同情，懇求大眾幫手，懇求綁匪放過佢個女。但係假嘅永遠都係假嘅，再完美嘅演技都會出現破綻。負責案件嘅警員慢慢察覺到大量唔尋常嘅細節。首先，鄭慧雯嘅口供前後矛盾，每次複述失蹤嘅過程都會有唔同，距離、位置、細節都唔一樣，不斷反覆更改。其次，佢嘅情緒好反常，鏡頭面前佢會識得喊，但係單獨錄口供嘅時候，佢非常冷靜，冷靜到完全唔似一個唔見咗女嘅媽媽。最致命嘅一點就係停車場嘅閉路電視，警方翻查晒所有嘅監控，由頭到尾完全都冇影到鄭慧雯帶住個女出現，同埋短暫離開，仲有個女失蹤嘅任何畫面。呢一條鐵證直接粉碎晒佢所有嘅口供、所有嘅劇本同埋所有嘅假象。警方隨即將鄭慧雯列為頭號嫌疑人，並且迅速鎖定佢嘅同居男朋友黃志良。7月8號，警方將兩個人分別帶返警局隔離盤問，分開錄取口供，杜絕佢哋有機會夾口供。初時鄭慧雯仍然死撐，不斷講大話，企圖蒙混過關。但係面對警方逐點督破佢嘅矛盾點，逐點拋出證據，去到深夜時分，鄭慧雯終於崩潰認罪，將男朋友殺人、自己協助毀屍、焚屍、棄屍、報假案、誤導公眾嘅全部真相和盤托出，同時講出準確嘅棄屍位置。警方即刻出動大批人員，連夜上山封鎖現場，逐串搜查、勘探、採證。現場仍然留有焚燒嘅痕跡、汽油嘅味，人員陸續響草叢、溝渠、泥土入面揾到大量燒焦嘅碎骨、人體嘅殘骸。所有證物即刻帶返去化驗， DNA 比對結果確認，全部屬於失蹤嘅3歲女童黃盈盈。去到呢一刻，全城尋找失蹤小童案件正式變成惡性謀殺案。消息公開之後，全馬市民極度震驚同埋憤怒，所有人先至發現自己幾日嚟嘅善意、心痛、奔波、祈福，全部都被一對男女利用做掩蓋殺人嘅工具。
2007年7月20號，警方正式落案起訴2名被告，黃志良被控謀殺罪、吸毒罪。一旦謀殺罪成立，當時馬來西亞嘅刑罰係判處絞刑。鄭慧雯被控妨礙司法公正、隱瞞謀殺證據、虛假報案、吸毒多項罪名。案件隨即排期過堂，等候法庭審理。當時全社會都等住睇呢2個兇手接受法律制裁，得到應有嘅懲罰。但係案件嘅結局再次出人意料，2個人還押候審嘅期間，分開囚禁獨立囚室。2008年2月18號，監獄職員例行巡倉嘅時候，發現黃志良響囚室入面用毛巾自製繩索上吊自殺，當場不治死亡。呢一個雙手沾滿3歲女童鮮血嘅兇手，唔使上法庭，唔使聽判決，唔使接受極刑，就係咁樣自行了斷，逃離咗所有嘅法律審判。兇手一死，成單案件嘅審理結構完全改變，因為第一行兇者已經死亡，冇辦法再當庭對質，還原行兇嘅細節，釐清所有嘅犯罪動機。法庭能夠審理嘅、能夠定罪嘅，剩低淨係得生母鄭慧雯。控辯雙方隨即展開長時間嘅庭上辯論。辯方律師一直強調，鄭慧雯事前並冇參與謀殺，亦都冇傷害個女。當佢知道個女死咗之後，一時間驚惶失措，受男友嘅威脅，先至協助處理屍體，講大話，掩蓋真相，並唔係蓄意犯案。但係控方有力反駁，並且列出鐵一般嘅事實，由佢得知到殺人，到買汽油，深夜上山燒屍，分散棄置屍體，清洗現場，再到第2日嘅精心報假案，面對傳媒演戲同埋博同情，成個過程長達10幾個鐘，10幾個鐘嘅時間，鄭慧雯完全有自由，冇被綁架，冇被人限制人身自由。佢有無數次嘅機會可以去報警求助，可以揭發真相，但係佢由始至終每一個選擇都係保護緊殺人兇手，掩蓋命案，銷毀證據，愚弄大眾。所有嘅行為都係主動、自願、刻意，絕對唔係被動脅迫。法庭最後經過多輪審理，綜合所有證據同埋供詞，作出咗最終嘅裁決。法庭認定冇證據顯示鄭慧雯事前合謀殺女，亦都冇證據證明佢親手施襲傷害個女，但係所有嘅隱瞞罪證、妨礙司法公正、虛假陳述嘅罪名全部成立。最終鄭慧雯多項罪名合併，判監6年。呢個刑期當時引發極大社會爭議，大眾普遍認為刑期過輕，難以撫平公眾憤怒，亦都難以幫小盈瑩討回公道。但係法庭嘅判決只可以跟從法律同埋證據，公眾情緒唔可以左右司法嘅結果。服刑期滿之後，鄭慧雯出獄，從此銷聲匿跡。佢改咗身份，去咗另外一個地方，斷絕晒所有舊人嘅聯繫，同埋再冇人知道佢嘅下落。而可憐嘅小盈瑩，佢年僅3歲，天真無辜，只係因為大人嘅感情瓜葛同埋錯誤嘅選擇，白白賠上咗自己短短嘅一生。佢冇選擇父母嘅權利，亦都冇能力保護自己，嚟到人間3年，最後換嚟嘅係暴力、焚燒、碎屍，無聲無息咁樣離開。呢一單案最令人唏噓，係一個媽媽因為過度依附愛情，完全捨棄咗母性嘅底線。鄭慧雯明知道男朋友有毒癮，情緒暴躁，仍然一味遷就，為咗留住一段錯誤嘅感情，佢漠視女兒嘅安全，縱容邪惡。事發之後，仲選擇掩蓋真相，包庇兇手。一段扭曲嘅戀情可以令人迷失良知，顛倒是非。身為家長，無論幾渴求愛情同埋陪伴，都永遠唔可以將自己嘅感情需要擺響仔女性命安全之上。無辜嘅細路仔從來都唔應該成為大人貪戀錯愛嘅代價。今日嘅案件就講到嚟呢度啦，我好需要你哋嘅訂閱同埋 like 去支持我繼續經營呢個頻道。
我哋約定每個星期上載2單案件，暫定每逢星期三同埋星期日。記得返嚟搵我，請你訂閱我，俾個 like、分享同埋留言。多謝收聽，下集再見。